台南白河农民指控讲，前瞻计划中白河水库排沙清土的工程，颠倒造成水尾积土真严重。农民讲，今年雨水遮尔高沿岸的农地佮有道路淹水，佮有田甲因的厝拢受到损害。伊嘛真烦恼讲，当地会来真做是马太岸溪地2，所以呼吁经济部就要赶紧提出治水的方案，嘛要补偿沿岸民众的损失。 这是台南白河的农民，去年7月份开始风台来翕到的画面。画面内底看到集水溪水位规个涨起来，也去到岸边的人家厝较惨的。风台过了后，部分的农地因为大雨来全流失，其他的溪埔嘛出现有积沙的情形。到今年10月拢还未处理好。那为什么是牺牲我们的农地当作是免费的滞洪池？我们已经保护了40年以上，那为什么你们还要继续牺牲我们农民呢？ 当地农民真不满讲，集水溪的治理计划，把因的农地当作是天然的堵防，或者是缓冲区。有一个伫附近种绿豆笋的农民张国珍讲，白河水库不当排沙，加上长久以来无清积沙，还佫有蹲伫边仔的土沙，地属伊5公顷的农地，淹过的产值超过500万，即嘛无甲淹过的1/10。伊既然就公文互立法委员讲，整治要甲100%完成啊！ 这骗足大的哦！看团指出，集水溪的溪埔积沙真严重，其中前瞻计划预算编15亿的白河水库排沙计划，确实造成农损，根本时间嘛得按共款。要停止这个绕库排沙，重新检讨。水利署强调讲，就算无白河水库，这土沙嘛会流去水尾，不过会增加输存的量。 输的沙比排的沙还多，未来就是在河道上加大我们的疏浚的一个量来维持整个集水期的一个通洪。水利署第5河川分署表示，请出来积沙要刷走有较困难，目前已经伫咧处理用地问题，按算用5年的时间，找一块34公顷的土地，分配甲土沙载过，嘛会透过空翕机监控这个溪埔积沙的问题，若较严重的所在会优先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